今日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早晨，今天天氣，一股偏東氣流會在今明兩日影響廣東沿岸，天氣炎熱，亦有幾陣驟雨。高空擾動會在下周初至中期為華南帶來不穩定天氣。昨日收市狀況，上證指數3374點，昨升5點；恒指22,108點，昨跌441點；道指42,140點，昨跌269點。美元對人民幣7.2040，紐約黃金3254.83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63.22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486。財經頻道，美國話90日內將中國貨關稅降到30%，中國對美國貨關稅落至10%。特朗普話中國同意取消非關稅壁壘，中美關係有緩和跡象，貿易不確定性減低，市場避險情緒降溫，投資者信心上升，鋰業盈利有望改善 ，A 股估值可望收復，外資機構睇好中國股市，料更多資金流入。特朗普將貿易戰炮火轉向歐洲，批評歐盟對美國唔公平，唔通搞完中國依家到歐洲？野村控股睇好中國股市，話貿易休戰係重大利好，貿易協議減低不確定性，資金有望加快流入股市。財政政策加碼，中美談判若有進展，美元對人民幣滑落至7.1。周二 A 股三大指數高開低走，窄幅震盪，上證指數升0.17%，成交額1.29萬億，報3374點。震盪係主力洗盤，機構仍睇好 A 股後市，關稅降低超預期，經濟同市場情緒或大改善。A 股短期料偏強，可能突破上行。周二港股三大指數齊跌，恒指收跌1.87%，報23,108點，利好出盡，市場轉防禦，短線不確定性減弱。恒指連升8日後超買，投資者獲利回吐，係咪入市好時機？港股調整後或整固，有利後市資金支持。周二美股三大指數表現不一，道指跌0.64%，納指升1.61%，標普500升0.72%。美國4月通脹降至2.3%，低於預期。核心 CPI 年率2.8%，月率0.2%，均低於預期。交易原料聯儲局9月首減息，10月再減。摩根士丹利話美國股票合理配置佔56%至65%，美元受壓，料持續走弱。高盛上調標普500目標至6500點，較現價升11%。高盛推遲聯儲局減息預期至12月。美銀調查顯示，81%投資者料未來1年滯脹。高盛將美國衰退概率降至35%，但挑戰仍存。Bitcoin 略跌，投資者喺10萬美元上方獲利。中美貿易休戰樂觀情緒提供一定支持。今日生活易數5月14號，乙巳年4月17，陽日沖牛、兔、猴，狀態好；牛、龍、蛇、羊、狗，狀態 OK；鼠，狀態一般；虎、馬、雞、豬，要小心。當日配色：黃色旺，白色順，綠色宜談判，黑色較差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